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闪读时代头先就来报天灾。新北市的幼儿园今仔日又增加5个人确诊，这个案件到今已经有16个人确诊了。敢是Delta变种病毒的，明仔载就了解。中秋有真侪人的汉堡，各县市避免民众群聚，拢限制民众范围、航班范围甲禁令。新北市也呼吁讲，若准出现Delta病毒，应该先做3级警戒。菲律宾海面的热带低气压今早起变做轻度风台灿树，将近伫拜五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啊！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个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一寡本土病例拢是对新北市幼儿园摘出来的，包含着老水翁婿加今仔日厝内面的人，到今已经有16个人确诊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确定毋是阿尔法英国变种病毒，敢是Delta或者是其他的病毒，明仔载就了解啊。国内初期个新增加12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有8个，境外移入有4例，其中本土病例主要集中伫新北幼儿园规定感染，其中6例是已经知影感染源，一个源头不明，抑个一个还搁咧调查。幼儿园里面那新增了5例那其中有3例是家长那1例是幼儿园的小朋友5岁小朋友。那另外1例是里面幼儿园小朋友染疫的小朋友的妹妹，那是1岁。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这个幼儿园群聚事件，包括着老师的翁婿，也就是按16128，已经有16个人感染，基因定数会伫初8公布。目前差不多确定，毋是阿尔法英国变异株，整体方向是偏向 Delta， 还是其他的变异株。基因定序其实它比对的地方蛮多的，我现在大概境外最多是 Delta， 所以大概就是说朝向可能 Delta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变异株的可能性，但其他变异株因为病例少，所以相对可能性低，但不是阿尔法几乎是已经确定的。幼儿园规定小话源头到底是啥，引起各界关心。有医师就建议，应该对学生囡仔甲家长加验抗体来找感染源。对这件代志，陈时中是讲，血清抗体检验已经就小展开，已经对部分确诊者抽血进行抗体检验。那血清的一个抗体的检验，我们也有展开相关血清也有一部分的已经开始有抽，那一部分有结果出来，那有的有抗体，有的没有。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我们就会抽，现在大概也抽了7、8个吧。若是确诊的细汉囡仔，这个镜头，指挥中心是讲，目前调查6个囡仔有发烧、流鼻水、脑疼的镜头，有是敢若家扫尔，拢是轻症。为报告来看，这个囡仔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准讲感染源是Delta病毒，当前的机会嘛比成年人较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感染案，今仔日搁再增加5个人确诊，而且附近的中和也有一个国小囡仔和因的阿嬷来确诊，这2案之间是无互相牵连的。新北市今仔日也针对5间学校进行预防性的停课，而且把防疫警戒列作是强化版本的2级警戒。新北市是搁再呼吁中央政府，若准出现Delta变种病毒，应该要等到3级警戒才是。伫邦桥幼稚园的群聚感染搁扩大，幼稚园的老师甲因翁确诊了后，初6有10个人确诊，初7邦桥新增加5个人确诊，包括3个家长甲2个囡仔，累计有15个人染病。附近的中和嘛有2个人确诊，一个阿嬷因为陪病伫病院去用体检出阳性，因孙嘛用酷热嘛验出阳性，2个人的 CT 值拢伫30以上。新北市透暝紧急采取预防性停课，计共有5间学校4327个人停课。内底嘛有停课的中和某一间国小，甲幼儿园这个群聚感染是无关系。今天匡列了居家隔离321人，目前我们匡列的是487人的感染源。最重要的，幼童本身的家长们有没有从境外移入？只要出现1例的一个确诊案例，那被匡列者就要停课14天，那全校呢就会进行预防性的停课3天来做观察跟清消。那如果说有发生2例以上的，那我们这边就是全校停课14天。那如果说经过检验出来是 Delta 那个变异株的话，则全校停课14天。标出群聚感染的这间邦桥的幼稚园，早时是幼儿园，暗时煞变作是安亲班的营业。新北市改发20万，而且下令因爱停业。安亲班的部分，我们现在查到是未立案的部分，我们也依据《儿少法》裁罚20万。
新北市甲即届的群组感染看作是变种病毒Delta的残疾，全力来避战。初7到21会甲防疫警戒改做加强版2级警戒。病院甲长照安养机构禁止探视，病院陪病人限制1个人，集会人数限制室内50个人，室外100个人。只要新北市有出现 Delta 病毒，就会取消伫餐厅内底用餐。Delta 的病毒的时候，新北市餐厅的内用我们就会一律取消。我们会建请中央该提升3级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升3级。也若确诊者捌去过的所在，包括苗栗白沙屯、江田宫、新北市树林甲邦桥迄块地啊，因捌坐过捷运，还有公车，嘛捌去过邦桥的早顿店、便利商店等等，也有去嘉南甲宜兰旅游。虽然目前基因定数还未出来，伫医疗量能的部分，新北市嘛有做好准备，增加专责病院甲集中检疫中心，也有增加32个体检站甲防疫旅馆。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有一个本土病例，是被生产的妇人人去到病院采检所验出阳性。市长郭文定表示，这个个案应该信息是伫进前就染到病咯，伊袂来传染给别人。另外，伫咧新北市的幼稚园也出现着群聚感染事件，台北市也当咧追查这之间敢有互相牵连，就已经有扩列3间幼稚园甲2个国小的班级进行预防性停课到礼拜。另外，也有101人需要居家隔离。台北市初7增加一个本土确诊个案，市长郭文定指出，这个有新的确诊妇人人，先生6月7日就染疫，毋过妇人人负责做 PCR 采检，用居家隔离，这摆要生去病院采检阳性确诊。他的 CD 值是32，所以我们判定这应当叫做残阳啊，就是感染过的病例。对新北市幼儿园检疫风波滚价，甲台北市有关系的6人，分别是5个囡仔甲1个老师，目前 PCR 体检拢是阴性。郭文定表示，无确定是毋是潜伏期，都要先居家隔离，也安排搁做2摆 PCR 采检。台北市也采取预防性防疫措施，扩大3间幼儿园、2间国小，413人预防性停课5天，其中幼儿园预防性居家隔离60人，国小预防性居家隔离50人。第2圈的部分也是我们这些指标个案的同学家长或他的同住家人，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有2位，大同区有2位。那他们的父母的职场在台北市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是2位。那现在也正在做疫调。台北市也公布新北确诊囡仔一共14例，初4捌去过大家和平公园，目前已经完成清消。确诊囡仔家长疫调进度目前已经知影2人伫台北工作，疫调依然在进行当中。对新北市长侯友宜发出出现一个Delta确诊就取消内容，国平强调会检视防疫管制表，毋过唔通这就惊吓。Delta病毒当然它的穿透力比较强，传染力比较强，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不要说我看到一例Delta病毒就地球毁灭了，不用那么紧张。若出现Delta病毒株政治社区，台北市要提悬学校停课标准的警戒管制，也加严病院的管控，除非出现病危情形，若无暂停探病，陪病也只限定1个。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部出现基础含幼稚园的疫情了后，民众也开始紧张了。亲像伫咧彰化要做高端疫苗，民众有大增加，不过其他中部的县市无明显来增加。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初6高端疫苗就做到15000挂档咯，9月10日进前，民众拢会当去做。民众去诊所准备要做疫苗，医护人员拢会先甲民众提醒讲，伊即马要做的是啥物牌子。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打的疫苗，是高端的疫苗。进前部分的民众较爱跟外国牌子的 AZ 甲莫德纳，即卖有的诊所提供国产高端疫苗，做的人数嘛愈来愈多。这来注射的民众拢是无上网意欲，嘛无做过头一档的，会当发现讲最近民众对高端疫苗接受的程度是有变较悬。这本来就是要打的啊，的有就打了啊，高端也是不错。之前年轻族群施打的排序被往后挪移那现在高端是全年纪都开放的话，年轻族群是确实比较多。彰化县卫生局表示，目前做的是进前医药煞无来做的，数量有4000人。受到开学甲疫情严重影响，初3来注射有125个人，不过初6煞增加到641个人。也若南投、苗栗甲台中的人数虽然无明显增加，不过初6了后会增加卫生所或者是合约的医疗院所来提供注疫苗。指挥中心表示，高端目前的库存也真有够额。昨天高端打了15171例，
好，那如果大家对高端哈，还是有在各个本来施打的地方，还是有保留一些高端哈，那我们可以打到9月11号是好。指挥中心表示，初六有67000人注疫苗，目前注射率有到44.6%，每2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家己去指定的医疗院所注第一档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搁再捐予台湾64000档 AZ 疫苗，今下晡1点多对东京送到桃园机场。这是日本第4届捐疫苗予台湾。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捐3404000档予咱啦。这64000档 AZ 疫苗完成通关了后，直接送到物流中心，落尾也进行检验。指挥官陈时中也讲，日本是一个好厝边，感谢日本的援助，而且这批疫苗会提供伫咧咱台湾的日本人来使用。台大病院伫今日传出手术室正在进行大消毒，有一名麻醉护理师可亲像是确诊啊。不过台大病院今日对外宣布讲，有确诊者来这行大过，照规定进行消毒，部分手术暂停。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有收到台大病院的通报，不过也未立即按好，疫情也正在调查当中。本土疫情阁反扩，变种病毒 Delta 阁一届加入去社区。那中央航空的技术确诊，新北市幼稚园群组感染扩大，台大病院即嘛传出有一个医护人员确诊，地属部分的手术房即嘛都要关起来做消毒。今天的确是有医院内有确诊者足迹，然后在这个根据政府的防疫规定做一些清消的动作，所以部分手术暂停。台大病院这边证实，院内有部分的手术房暂时是关起来咧做消毒。也若针对敢有个案确诊的代志，因是无加做回应。不过有风声讲，那像是一个麻醉科的护理师确诊，有采检2届 ，CT 值一届是38，另外一届是36。不过陈时中表示，目前还搁伫疫调当中，确诊者并无立即去暗号内底。有收到台大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不过那个还现在未列号。好像 CT 值目前查了一次在38，一次36，但是目前的疫调在进行中，不过还没有正式进来。不过台大有跟我们报告这个事情。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院方这边也未对内正式公告讲倒一个员工确诊，啥物人需要科列隔离，这目前拢也未交代。院方拢是讲由指挥中心公告的为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拢真烦恼，感染源可能就伫分尸边，所以无法度预防，是感觉真惊吓。并不是说要去猎物或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希望院方有做这个调查，那就是应该要向员工公布。第一线的医护其实都会蛮担心的，都共用同一个，比如同一个更衣室啊，或是同一个地区用餐，医院又不出来说明，那大家就是会更恐慌。台大工会表示，即马也唔知影是啥物款的病毒，搁真烦恼是 Delta， 希望台大病院这边会当把基因定数做出来，而且公告这个结果。另外有不少台大医护人员嘛去用通知爱登去做采检，不过采检的结果也是爱由指挥中心这边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后一个拜六礼拜中秋连假就要开始咯，真侪人伫咧中秋时阵拢会航肉，不过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县市拢禁止民众伫户外公共场所航肉。亲像基隆、台中、高雄的丁仔卡是袂当航肉的哦。伫咧彰化县也禁止庙埕航肉，云林和嘉义市也拢取消中秋的活动。肉片伫铁网顶烘甲真芳，毋过疫情升温，各县市政府陆续宣布中秋节禁止烘肉，民众改去烘肉店消费，订位的比率明显提升。到9月初的时候，9月1号、9月2号左右，我们的定位将近是全满的。中秋连假这4天，所以目前都已经没有位置了。有人欢喜，有人失望。有里长连续6年中秋节举办社区联欢活动，今年只好喊停。徛伫法律上是一定对啦，啊，徛伫人情义理。啊，甲咱生活习惯，感觉讲，感情一定要遮严。中秋节户外禁止烘肉，大部分的县市拢明定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基隆、台中、高雄增加丁仔卡嘛袂使，彰化县阁增加公庙广场。那是云林县嘉义市直接取消所有的社区社团中秋活动。所有的户外公共场域含骑楼皆禁止烤肉，避免脱下口罩群聚饮食。避免跨县市南来北往的大型家族烤肉聚会哈，我们不建议、不鼓励，也不会补助社区去办烤肉的活动。自家人可以脱口罩哈，在自家附近哈来进行烤肉，那避免跟其他的乡亲混在一起群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疫情警戒日期延长到9月20日。国确认Delta变种病毒已经威胁台湾，为了避免今年5月母亲节所引起的前例，大部分的县市拢禁止航班，严格管制。记者综合报道。那准想讲，提早伫即礼拜要来航班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低气压，今早起变做轻度风台灿苏，敢会直接影响到咱台湾咧。气象局表示，目前是无多确定，不过上紧伫拜5就发布海上警报，而且拜6、礼拜4啊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位于气象局的卫星分图会当看到，原先伫关岛附近海面热带性低气压，早起已经增强为第14号风台灿秋。目前伊的中心位置离高南偏东南东风差不多164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的方向持续向台湾东南风海面挖近。气象局预测，伊未来会持续增强，有转为中度风台机会。星期五开始，基隆北海岸地区、东半部沿海地区，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和西南部沿海地区，会有长浪的现象。预估未来的环境会让它持续增强，来影响我们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强，就中度台风的等级。其实到达我们东南部海域的时候，当然如果以目前最可能这条路径看起来，是对我们会有警报的可能。气象局表示，灿秋是不是定了，也有无确定性，而且风台是伫初10礼拜5会上挖近台湾，也有可能上紧礼拜5就发布海上警报。气象专家是讲，以目前预测这个路线来看，灿秋真有可能是向咱台湾东部这个所在过来，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是伫礼拜6至后礼拜1这段时间。从它靠近来的时候，整个东部，特别是在花莲以南、台东一带、恒春半岛，目前看起来相对是比较首当其冲的区域啊。当它通过台湾之后，进入到台湾海峡慢慢它的风向也会转成比较偏这个西风、西南风所以这个时候在台中以南的区域，可能也会开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气象专家也提醒，虽然第13号风台康森已经登陆菲律宾，未来以偏西角度进入南海，对台湾无影响。不过是不是会甲灿秋风台互相作用，产生电源效应，要搁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新竹市长林志坚发出新竹县市就要合体升级做第7都。今仔日记者会也讲到，新竹县市第二替台湾创造要到2000亿的税收，却因为制度的关系，税款的分配拢比别人搁较少。若准县市合并成做第7都，就搁较侪资源来建设。这个想法，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真赞成。根据地方制度法规定，人口要有125万人的条件，才有资格升格直辖市。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新竹虽然户籍人数确实无够，不过实际住在大新竹的人口有120万人，而且县市的民众拢真期待大新竹未来的发展。其实在新竹县市生活的居民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外来人口非常非常的多哦。民国71年。县市分家历史的一个小插曲哦。那么40年后明年就是刚好40年。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市民县民高度的共识之下，那更乐见杨文科县长和我一样，不分蓝绿，都想要来推动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表示，新竹的科技产业在台湾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真欢喜县市有重视，希望中央会使甲升格直辖市的人口数降至100万人。想法一致，我们就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那同时，我想我也要立即的来邀集林市长跟新竹地区的朝野的立委，我们一起来坐下来讨论。怎么样让修法的速度可以加快？目前新竹市人口45万2000多人，再加上新竹县的57万3000多人，县市总人口102万6000多人。若是要升做第7个直辖市，阁有真大的空间。也若无要修法，县市就合并，以上的效益可能有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其他日有风声讲，台积电的7奈米新厂可能会设置咧中油的高雄巨炼油厂。台积电表示无排除进货可能性，不过巨炼油厂有要到7成的土地，迄项污染甲正严重。虽然地方政府有伫咧整治，不过民间团体却认为，这3年内面要来完成整治，应该是无啥可能。台积电阁传出要入来高雄的消息，讲要伫高雄兴建7奈米的新厂，总投资金额几千亿。市长陈其迈初时早起，敢若讲要互台南高雄半导体结市，这是施行政策的目标的最好准备。没有办法证实，好，那这些特定的一些厂商的一些投资讯息啊，但是我们逐草引凤，做好准备。外传台积电可能会伫占地176公顷的中油高雄炼油厂旧地址，这个所在是环保局所公告的污染场所。今年市政府才甲经济部决议，将整治期限为2033年提早到2023年，分5区特区发包。目前前3区已经完成发包，今年2月开始喔。10月我们就完成100%的污染土壤去化的处理，还有地下水污染改善的完成。那这些改善的完成，我们会在交由环保局去做相关的验证。市政府甲中油当加速处理，也毋过土壤污染严重，环保团体是烦恼，无论用水洗还是换土填倒转来，拢有可能二次污染。3年要完成真有困难。从日本时代到现在的一些它污染，整个是有些是重污染区。他说要3年，那是不可能的，要慢慢的让它机制化才有办法。如果比较重的话，也不一定会整个污染会解决。整治问题有待解决。当时炼油厂旧地址是毋是会变做台积电的工厂呢？对这代志，台积电是回应讲无排除任何可能。留一个话尾，互高雄设厂这个讲法，见在人去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大寮光明路附近，自来水公司甲管线误判，水是流加满街路，甚至造成饮水害店家搬导致成立。怪手边的水一直闻出来，车路拢遭落干霉水。下晡高雄大寮区光明路自来水公司误判管线，民众伫面册分享这段影片，有人口说讲，听讲无落雨也会发生水灾。你漏水，我唔知乌个修理。哦。啊，那无去先做来公司，那无先断水啊？无啦，你袂使先断啦。自来水公司第7区管理处讲，破管的所在是高屏溪抽原水要送去凤山水库的管线，因为车人才通报涉水，车7开始开挖维修，无意外水压伤大，涉水都还未修理好，管线都先瘪去，水阁淹入附近的修车厂，受害业者一直讲伤惨啊。没有，都没互反应。它淹到我们里面，快到办公室那个位置。那车子有淹到吗？车子没有，可是就是机具都泡到水了。水王就好，很离谱啊！管的风大。下晡4点半左右，业者持续伫咧工厂内扭管线抽水，工程人员原来伫事发地点开挖抽水，毋过户外道路也阁有一寡水窟啊，也甲小水墙。自来水公司是讲会一户一户翕相，调查损害状况，会依照规定来赔钱。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全世界新闻。讲到Delta变种病毒吞噬全世界，不过南美洲疫情却是有渐渐稳定的趋势。这款的情形，连专家也拢无法度去解释，可能是疫苗注射率有较悬，甚至有人认为讲，伫咧Delta变种病毒拖入来进前，当地民众已经感染过啊，有抗体啊，疫情才会无遐严重。医疗人员今年社区一间拜访老大人，准备为因注射疫苗。受到Delta变种病毒拖情形影响，南美洲各国包括巴西、秘鲁、阿根廷这些国家，为今年初开始疫情渐渐拓开。上严重的时阵，逐天拢有数千人死亡。在着南美各国陆续摕到疫苗，为民众注射，佮放宽防疫限制了后，疫情煞无像欧美国家反弹，颠倒是增加患者人数雄雄减少。Hoje eu estou aqui no Retiro dos Artistas, muito feliz. Fiquei muito feliz quando tomei a primeira dose. Hoje estou tomando a terceira dose. Isso é a consagração da vacina. É a segurança que me faltava.
患者人数向强减少，这特别状况，当然专家嘛无法度解释原因。这当照即卖状况分析，有可能是因为部分国家有严格的边境管制，各国嘛加速注射疫苗。另外，其实疫苗的民众无像美国遮尔济，嘛无疫苗相关的阴谋论。和巴西已经有接近64%人口至少注完第一剂，注射率比美国更较悬。阿根廷嘛有61%人口注射第一剂，而智利甲乌拉圭更加有超过70%的人完整注射2剂疫苗。疫苗注射率悬，和真侪南美国家恢复上课、出差甲旅游。联合国对南美的经济成长预测嘛更加乐观，为7月预测的5.2%提悬到5.9%。Al comienzo, cuando se abrió en el mes de agosto, el 3 de agosto que se autorizó a abrir, en ese momento estábamos en un 10, 15, 20% de lo que se vendía normalmente, que no alcanzaba ni para salvar gastos. Hoy en día te podría decir que podemos estar en un poquito más, en un 30, 40%. WHO 世卫组织顾问曼德兹里克认为，比起其他国家调查病毒进入南美国家的时间较晚，当当时南美国家的民众已经有真侪人捌为着病毒佮康复，摕来自然生免疫。根据以色列的研究显示，这款自体免疫对调查病毒的防护力比做疫苗佮较悬。目前医院爱方法，因为增加的病例减少真侪，会互民众佮疏忽防疫的工课，颠倒互疫情佮反弹。国际新闻台自动编译。咱来看北国的选举，罗西亚伫这个月17到19要举办这个夏季院的选举。选举公布顶头煞出现3个共名共姓候选人，而且因的面部也生甲要共共，有人讲这是执政党故意要瞒骗民众，影响选举结果的手段。俄罗斯自由派政党统一民主党的资深国会议员，当地竞选连任的普瑞斯维西涅夫斯基，找人伫媒体前提出发布的选举公布影印本，伊本人相片的资料边啊，竟然有2个共名共姓，连外形甲差不多正共的分身做伙参选。维西涅夫斯基讲，其中一个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党员，名叫做维克比可夫，伊本来无留喙鬚；另外一个是和俄罗斯真出名独立媒体《新报》所查出来，是圣彼得堡一间公司的销售经理，名叫做亚历克辛斯梅夫。Но может э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жульничеств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тольк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прямой обман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И понятно, что люди участвуют в выборах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ыиграть и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избирателям какую-то позицию, программу, а тольк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конкуренту их начальнику. Я ж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они люди н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действуют по указанию. Вопрос только... 俄罗斯要伫这个月17至19举行夏季院的选举投票，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全部互人用各种的手段，互因无法度参加。反对阵营的领袖纳瓦尼2月互人掠入狱。伊所带的团体也被列作非法组织。维西涅夫斯基讲，已经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对这种的选举骗术进行调查。选会主席潘菲诺娃讲，这种的情形是真见效的代志，也甲对选民的一个希望。不过表示无法度帮助。同款换伫这个月举行国会大选的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伫初六记者会讲，俄罗斯想要偷摕议员的资料，想要散布假消息，干扰选举。Der Bundesregierung liegen verlässliche Erkenntnisse vor, aufgrund derer die Ghostwriter-Aktivitäten Cyberakteuren des russischen Staates und konkret dem russischen Militärgeheimdienst GRU zugeordnet werden können.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犯罪甲安全研究中心针对西方16个国家32间主流媒体所做的研究显示，俄罗斯主导的网军大规模用网络漏话方式，想要影响个别国家的社会言论，制造出亲俄罗斯反西方的声势。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西非国家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了后，政局是无啥稳定，而且几内亚就是世界第2阿鲁米原料的生产国，无稳定的局势，影响到国际阿鲁米的计数大起。虽然军事政变的领导人表示已经掌控情势，不过摩根大通的分析认为，支持甲反对政变两边未来如何互动，甲了后出现的新政府有关阿鲁米土矿出口的政策走向，拢充满变数。画面上就是几内亚阿鲁米土矿为开采到运输的过程，要经过提炼来得到当中差不多占5到6成的氧化铝，所以佮经过甘蔗制成，就真少影响真侪阿鲁米金属甲阿鲁米合金。为饮料管啊、汽车车链的阿鲁米外款，导电物质到强化玻璃，甚至红宝石甲蓝宝石，拢是阿鲁米土矿的下手产品。源头供应链出现无确定因素，国际介绍都无稳定。Les partenaire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ers de la poursuite normale des activités dans le pays
Il est demandé aux compagnies minières de poursuivre leurs activités. À cet effet, les frontières maritimes restent ouvertes pour les activités d'exportation des produits miniers. Le couvre-feu dans les zones minières est levé.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包含中国等陆方下手产品的生产大国，短期内除了在国际市场扫货，各出现欠缺的现象。阿鲁米土矿甲俗称翻土的氧化铝供应合约可能面临重新谈判局面。今年政变对国际阿鲁米介绍影响，爱国观察。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在咱国内出现头一个本土的土疾病确定病例，而且这个疾管署表示讲，这个染病民众是一个台南60多岁查甫人，因家无饲猫仔也无饲狗仔，不过外口有草包仔，感染源目前也正在调查。疾管署强调讲，土疾病人是袂喂互人的，暂时无拖过记录。这间厝的外口有草包仔，较远的所在还佫有鱼蚊仔。这是咱国内头一个本土的土疾病确定病例，因徛家外口的环境。疾管署初一公布这个头一个本土病例，这个去喂着土疾病的人，伊是台南一个60多岁的男性，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病史。伫病毒的潜伏期间，并无旅游史甲动物的接触史，伊嘛无饲宠物。伫7月底的时阵发病，8月份2届去互医生看，月底通报确诊，有败血的症状，不过治疗了后已经有较差。采检他的抗体，那有阳性的这个状况，所以才确诊。他经过治疗之后，症状已经改善，然后也已经出院了。疾管署表示，2007年土疾病列作是法定的传染病，国内到今已经累计有2例确诊，另外一个是伫2011年是为美国带病入境的。感染源大部分拢是兔仔等等这种的动物，会去喂着的人，可能是去互咬过动物的牛逼，搁去叮着才染病，或者是去食着无煮熟而且有着病的动物。大部分的病例拢会当用抗生素来治疗。另外，为着预防民众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兔仔饲会怎袂饲？疾管署嘛呼吁民众，唔通烦恼饲的兔仔会去喂着这种病。其实饲主不用担心，因为宠物兔本身让去感染这个疾病的几率其实是微乎其微。那饲主本身自己做好健康管理，然后不与这野生动物就做陌生的接触，其实会比注意自己的宠物还重要。因为疾管署的网站有特别讲到土疾病可能会经过空气来传播，互认为讲有发展做生物恐怖攻击的可能性。疾管署嘛特别提出说明，兔热病应该是跟像炭疽病类似，像这几个疾病是列在可能的生物恐怖的一个武器的病原菌之一啦。但是是不是有人真的拿兔热病这个来当作生物恐怖的武器？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疾管署强调讲，土疾病若是无好好治疗，死亡率有到3成至6成。不过大部分拢会当用抗生素来治疗好。台南市政府呼吁民众，都要甲徛家附近的环境变好清气，甲加强消毒，避免土疾病等等的病毒喂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德县有一位国中的代理老师，初六家己做快筛出验出阳性，遂送到病院隔离。学校伫咧初7也预防性停课一天，加在老师和学生 PCR 采检拢是阴性的。另外，伫咧新北市学校逼出病例了后，也开始规划拿准停课准备。新北市伫今仔日也分 BNT 疫苗注射的意愿调查表予学生，15进前学校的整理名单，23日开始做疫苗了。新北幼儿园关注疫情扩大，已经有真一间学校停课。新德县一间国中的代理老师进前出现感冒症状，初六自主快筛结果是阳性。学校9位老师、3个学生初7马上预防性停课一天。这代理老师甲12个师生也做 PCR， 一切拢是阴性。检验出来的结果是阴性。那也为了预防性的措施，所以校园内跟这位老师接触的老师跟学生，我们预防性的停课1天。初步预调，这个代理老师无甲确诊者的接触史，或者是行踪定他，在病院隔离当中，就惊新北市染疫风波扩大。土城国中因为地理位置甲确诊者行踪这份板南线接近，采取高规格防疫，请学生早课本转去，随时停班停课。棒球高中也表示，除了加强防疫，也做好线上教学的准备。那我们这边那个线上课程跟就是线上的会议室就是线上的教室都已经开好了，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啦。我们大家还是谨慎小心，希望
不要有停课的时候，但是万一真的停课，我们也都做好准备了。新北市针对17万个国中级5专1到3年的学生发送自 BNT 疫苗意愿书，15进前完成注册，23开始做。学校表示，虽然鼓励做，毋过尊重家长甲学生的意愿，台南共款也发出意愿书，各高中由学校统一做。注射期间要求学校避免激烈运动课程。3天那个统一的给予那个疫苗假哈，那我想只要有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好好的去休息。副作用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学生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一样啊，所以会有一些担心这样子。不过，因为国内进前拢无做学生疫苗的经验，后不少家长也是未放心，想要搁等一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摆无做，可能要等其他学生做第2期的时阵搁斗阵做，但下一轮至少要等10礼拜以后。目前第一批 BNT 疫苗依然在检验封签当中，相近16才能完成配送各地。但时中强调，检验封签14天未当凊彩。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1一开学，就逼出学生感染问题，而且一个学生就代表一个家庭，就算学校搁较安全，若准厝内面的人染病，也会甲病早入去学校内面。12岁到18岁要来做 BNT 疫苗，敢会搁再发生其他的问题爱处理，爱安怎做才会当互众人放心？咱做回来关心。高中以下学校甲幼儿园9月初1实体开学了后，加做上大的军事场所，为降低风险，教育部甲各地政府提出指引，要不少学校甲院所提悬防疫措施。就是在机构里面，用新的开始这样子，避免是说这口罩有时候从外面进来，这来去去，或许他已经有沾到一些不应该的东西啊。虽然也无要互上课所在加做防疫场所，按过开学这1礼拜，北区附中学生互机长爸爸传染，新北市幼儿园群聚确诊扩大，新竹县各种老师个快筛阳性，有家长表示学校做搁较好，大人无自律也无路用。不管他定的法规的怎么严，如果只要人不自爱，还是会这样反反复复啊。开学进前如临大敌，如今校园一直传出点血，有老师表示有点草木皆兵的感觉。台湾的学校可能甲国外同款开停停。第4代附中已经请国一甲高一新生演练广播线顶上课。我目前线上课程，我们是以班级为单位，那我们都建好了Google Classroom，老师跟学生都知道从哪里进去，所以基本上立即突然停课，其实我们是都准备好可以及时的因应。为停课做好准备，刷落来12到18岁学生要搁做 BNT 疫苗。附中的各区中部有3000个学生，那伫学校做如何分流？若一摆学生有状况，搁要如何应用？这大开学挑战是一直来。记者综合报道。文乐基金会逼出劳资纠纷，企业工会伫今仔日出面抗议，讲有关工局乱调职，甚至指控现任的董事长陈英钦甲民众管来善款摕来做家己的代志。法联关社会就表示，目前是还未收到别人的申诉，也着爱依照个案情形，才来认定讲看敢有违法。文乐基金会为法人开始登记透过善款提供老大人失联甲弱势新长者照顾服务。如今企业工会出面抗议，现任董事长陈英兴对执行长邱燕银妄以调动工作地点，指控文乐基金会财务运用出现问题。就是董事长送我们书，但是事后我们就收到那个出版社的那个发票，要求我们做付款，去制止这样子的一个滥用善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指控董事长陈英兴将爱心善款刷使用，欠款3万元，为家己车送员工无利益回避，提拨40万到家己经营的面部看广告。最近佫开8万为头家送亲友，批评滥用善款消费爱心，已出面澄清。我们基金会有多少人捐款给我们啊？那我们其中给重要的捐款人或者比较关心基金会的朋友，送个40-50个人，这个有过分吗？而且这个是董事长就可以决定。陈英兴解说，每年财务报表会计师都有查核，佮强调是替基金会做公关。法联关社会处是回应，目前无接到申诉，爱依个案的情形看是不是违法。他的钱是不是全部是劝募来的钱，还是有其他的钱？要查核，对他现在的不是很确认的一个讯息呢，做出什么样的认定啊？这是不可以的。
公益团体募款常常传出争议，只是善款运用是受明确规范的。我们有一个公益劝募条例，在这样的一个劝募的计划里面，包括一些宣传啊，或是行政的费用，也可以在劝募所得里面有一定的比例可以来做一个使用。卫福部表示，主办单位主动发起款募活动，要提高款募计划书，交由政府单位查核，再不要符合申请用途。每一sen钱流向拢要清楚交代，民众关注回归组织内部的规范，善款的运用是不是无适当，要搁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有饲蚵仔渔民发现到有业者对中国或者是越南进口蚵仔，而且假作是台湾的，甲市场拍卖行情。今仔早起饲蚵仔的民众就去到大西乡镇前，希望政府相关单位要禁止中国蚵仔为互咱台湾饲蚵仔渔民。为各地来饲蚵仔人有备布条啊，大声喊禁止中国蚵仔进口，要求进口蚵仔要标示产地，都是希望政府部门应做好把关的工作。因为最近农民发现不少业者进口越南、中国的蚵仔，煞假是台湾的蚵仔咧卖，影响国内产销链。外面的市售牡蛎都没有标示产地，那导致呢，他们价格低，我们的价格比较高。那盘山呢，就大量的进口越南牡蛎，而且没有标示，这样混充台湾牡蛎，造成我们整个产业非常大的影响。杨小虎表示，不止市面上进口蚵仔无产地标示，要业者准备买较紧大、体型3倍大的中国人工的蚵仔仔，要来台湾饲，恐惊影响国内蚵仔养殖发展。希望应成立国家级的蚵仔仔繁殖场，辅导技术会当提悬。如果各位真正有这个需求，我是希望讲伫有关的支持之下，替阮企业主争取一个讲，互阮的机会到人的时阵，都会当发展咱家己的养科技术，为种甲养殖。有可能大陆搬过到越南，为越南的名入来，有可能。所以这部分呢，就讲拄好讲着一项代志，我就来做鉴定嘛，是不是？做鉴定，这阮咧做啊，我已经咧做啊。渔业署表示，目前已经由水试所推出办法，相关部门会以上紧的时间防止进口的蚵仔掺咧味。渔署表示，今年到8月份进口蚵仔129批，检验率10%，其中查到3批蚵仔含重金属，无合格拢经销毁。记者综合报道。玉山国家公园的东部山庄今年5月开始，因为疫情关系暂停开放。昨去河爬山的民众投诉讲，这个山庄去互外包厂商挡住工寮，民众爬山却无所在通好过暝。大是鉴定管处已经要求厂商要改善，伫车站也会重新开放予民众使用。床位挂满衫啊，顶铺嘛放私人的物件，看起来真乱。这个所在是提供山友大的东部山庄，有几落床位说予时间的包厢长期占用。山庄只供应给山友、游客以及紧急状况的应变处置，违反这个功能。然后很多山友要上来垫厕所，然后就开始慢慢发现。玉山国家公园内的东部山庄一向都是被玉山山友休困的所在。5月因为疫情暂停开放，予山友住。不过好亲像去互厂商当作工寮啊，煞变做阿里山步道工程的工班宿舍。有山友看了后，批评影响山友的权益。如果呢，我们相查之后呢，发现这个厂商有违规的事实哈，或是与契约相关的规定不符的情况，我们会进行惩处。台市甲林管理处表示，已经有接到相关的申诉，要求厂商甲工人赶紧搬走，避免公器私用。会伫车站重新开放，但是玉山国家公园的其他山屋也伫车站东部开放，不过拢要降到1/3的游客量。山庄已经降载了，变成1/3，所以是睡一个床，隔2个床，2个空着。玉管处表示，拢总15座山屋会当住总人数130人，不过呼吁也是都要遵守防疫的规定。一旦园区也是山屋有确诊的人行脚到，就依照规定封闭14天，再个评估是不是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部赏樱花上界出名的所在，就是屏东雾台樱花王。这丛大树伫咧今年4月樱花大开了后，叶啊香香了，即马规丛树啊是破病大蔫。雾台乡公所表示，樱花王是无修剪才会破病，伫明年恐惊是无法度开花啊。死了啊，死了2个月了。
布袋乡介出名樱花王，即马规丛树啊，拢是大死的树咧，看无绿色叶啊。想袂到已经50-60岁樱花王熊熊破病，当地民众真烦恼。部落带来商机嘛，没有樱花王了，哇，明年的过年不知道怎么过呢。布袋樱花王每一档樱花拢开甲规树头，规丛树啊粉红色的樱花，亲像一支足大足水的雨伞，是南台湾赏樱花的出名景点。不过今年初花期过，叶啊拢落了了，树啊就破病啊。布袋乡长表示，3天前树医生就提醒，樱花王已经老化，爱修剪。老化，然后开始这个衰败，枯枝落叶。会在3-4年当中会出现的。那当时这个兽医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当时碍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不足，然后又在当下我们没有做这个适度的处理。屏东县政府讲，因会请树医生来会勘诊断。不过乡长表示，这丛樱花王恐惊袂阁再开花。嘉在公所已经伫其他所在种真侪樱花树，每年2月舞台也是会当看到樱花美景。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布袋戏界的老前辈，也就是西丽新兴谷第5代传人曾仁碧，这个暗时的时阵来往生享受90岁。整场后场拢有学的曾仁碧17岁就做主演啊！伊个人创作的大家出《大劫碧草王》，到打讲会当讲是流传全台湾，有真济团即摆抑阁伫咧做。咱俩做伙来怀念曾老师对布袋戏奉献。向民众展现布袋戏翁仔要安怎来人。国宝布袋戏大师曾仁碧伫初5暗时10点过身，享其寿90岁。曾仁碧出身伫婚姻关西里镇，是条条新兴谷掌中剧团第5代传人。伊自细汉就对老爸曾仁祥学习，17岁开始会使做剧团主演，代表作品是50年代金光戏《大劫碧草王》，到80岁也搁伫咧世界演出。因为曾仁碧伫演出现场拢穿西装，所以大家拢叫伊布袋戏新师。说实在的，我跟他接触哈，我真的很觉得哈，说很不像是欢喜的人哎。我看刚一个是真正就是一个大师，有诶说布袋的老师哈，带有土气哈，是伊袂哈，伊散发出来感觉讲，真正是够受级的。曾仁碧伫国内完成2万场以上的演出，总共伫20多间学校做过老师，传承布袋戏文化。曾仁碧嘛是布袋戏外交的重要人物，捌去过60多个国家，行到亚洲、欧洲、美洲，完成600多场的演出。有的人是伊袂晓讲这翁仔动作都安怎行安怎做，心大情抹跳各种角色，翁仔要怎动作要怎操作。伊讲会出来，一寡迄个较深的这个动作，还是讲一寡靠背，他这个真的是可以马上就现场就来一段。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国内其实也是有一些团体都有教学啦，出国交流演出的经验。不过很早，新兴阁他们就走在前面了。婚姻馆长张丽仙表示，县政府去年开始为伊翕纪录片，合作掌中团契拄才完成。即马得到家属的同意，决定伫10月初1婚礼国际舞戏节放送，要让民众了解曾仁碧大师的一生对布袋戏的努力甲奉献。记者郭伯君、张随婚礼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最近和罗里亚剧团推出一出戏，内容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陈kim生在白色恐怖时期含冤落狱，伊的妈妈对马来西亚去绿岛甲因后生看的故事，希望会当互大人囡仔会记得这段过去的历史。冤枉落狱的海蒂东东，伫咧刑求期间，逢凌迟苦毒，身心受尽折磨。家在有妈妈黄姥姥坐船过海来甲探视、甲鼓励，才通互伊委屈数十年的灵魂得到透放。规出戏无任何台词，大神翁仔结合有路的光影艺术。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罗里亚剧团创一出叫《讲好卖哭》的戏剧。主角这只叫东东的海蒂，就是政治受难者马来西亚华人陈kim生的故事。伫戏剧内底有增加一寡绘本无的部分，亲像转型正义啊，为什么你爱阮原谅原谅的过程是安怎？
1967年，陈金生升过伫咧台南读成大化工系。1971年，雄雄气候调查局的人掠去，讲伊牵涉台南美国新闻处的爆炸案，认定伊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去互判12年。出狱了后，无身份证也无护照，袂当飞转去马来西亚看妈妈，一路靠狱友甲牵手陪伴，才通行出黑暗。这世人上对不起的就是阮妈妈。讲实在，我来台湾读册，就为着阮妈妈个期待，出了这代志，心内底一定无法度完成我家己。行出怨气甲绝望，升过捌怨恨过。毋过伊讲，即马伊简单一个愿望。上希望是讲囡仔会听会到，不管是发生什么代志，做父母的人绝对袂甲放弃啦吼。对这个拜五小连续3天，人管馆希望透过戏剧，互侪人会记得台湾历史甲这段爱甲勇气的生命故事。记者民警曾派文新北报道。台湾艺术家林碧希的作品《富贵平安》受到教宗彭志国肯定，甲收藏入去梵蒂冈博物馆内面，而且甲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放做伙。虽然伊本人因为疫情关系无法度去到梵蒂冈，不过用这款的方式，互世界看见台湾，伊也感觉真光荣。意大利阿迪克基金会代表拜会教宗方济各时阵，送台湾艺术家林碧希的画《富贵平安》，方济各真欢喜，佮甲画翕相。基金会代表表示，方济各对画真有兴趣，佮收藏一笔梵蒂冈博物馆甲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礼拜堂作品到底被收藏。真的是原原本本回答教宗的话给我，他说教宗喜欢你的颜色，你的颜色呢有地中海热情的那种风味。第二个就是他喜欢我们有东方的味道，可能是我来自台湾吧。林碧希用彩黄等天然矿物的色调来画图，在欧洲艺术界真有名声。甲方济各结缘是2年前，捌伫意大利米兰红宫参展了后，引起当地回响。1个月前接到亲近教宗的人讲，想要了解伊的相关资讯，才决定将画送予方济各。我东西有一些抽象的。有他们欧洲的那种抽象的味道，但是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都是用矿物性颜料。矿物性颜料是比较难掌控的颜料嘛。好，所以我用这些矿物性颜料，他们觉得很好奇。伊讲富贵平安，以花瓣代表平安，牡丹花代表富贵。虽然简单，却充满东方的色彩，加上作品用色充满热情，可能是这2种原因得到方济各的懊恼。虽然因为疫情无法度亲身到场，不过因互台湾增加能见度，感觉真公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基隆到新竹是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苗栗到云林是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嘉义到屏东是对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宜兰到台东是对26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是对26度到34度，还有未来的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